Hello， 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個日本傳奇歌手同演員明倫明宏啊。可能香港嘅朋友咧唔係太識佢啦，比較熟悉少少嘅就係幽靈公主配呢個狼神啊，白狼狼神莫娜嘅聲音啊。咁啊，大家先有可能有少少熟悉啊。咁啊，佢嘅生平啦，同埋佢啲財運有關嘅都市傳說咧，都令我有啲不得不講同大家分享一下嘅。睇片之前記得撳開呢個鐘仔 ，subscribe Tasty Money YouTube Channel， 以後有新片你就會收到通知噶啦。咁啊，好不幸啊！上個月嘅6月20號啦，咁啊，佢因為衰老啦，安詳離世嘅，享年91歲啊。咁啊，生前最後一句咧就係阿里吉多，多謝咁。之後就平靜咁離開，告別咧都比較低調少少啊。啱啱我提到咧，我特別想講係個財運嗰邊噶啦。咁呢個財運咧，呢個財運嘅傳說就唔係因為佢離世咧先出現嘅，係早幾年咧或者早10幾年啦，都已經大家已經 hit 過一排嘅，就係換美輪明宏嘅照片咧，作為一個手機嘅桌布咧，係可以招嚟呢個財運嘅。咁啊，呢個傳說就喺2007年左右咧喺日本流傳，到2022年咧就傳到台灣之後就徹底爆紅，甚至咧其實咧早1-2年咧你都會其實傳到嚟香港呢邊嘅。當時好多人將明倫明宏嘅金色長髮嘅就作為呢個wallpaper 嘅，仲話咧換完之後咧就有啲意外之財啦，工作機會變多啦，中咗呢個6合彩之類嗰啲嘅，甚至台灣嘅財政部都開玩笑講啊，換明倫明宏咧係可以提高中獎咧咁話。咁到底呢個91歲嘅日本藝人啦，咁點解會變咗呢個華人世界嘅開運圖騰呢？咁明倫明宏啦，本名咧就遠山明宏啊。咁1935年出生於呢個長崎啦。佢10歲嗰陣咧就經歷咗呢個長崎原子彈爆炸啦，戰後家庭破產啦，父親早逝啦，自己亦都流落街頭啊，患上呢個肺結核啦。人生經歷咧其實極度坎坷。後來佢靠改名啦，據講咧就因為改咗名改咗運啊，打造極具戲劇性嘅女性化舞台形象之後，成功翻身成為呢個國民級藝人嘅。佢最出名嘅代表作包括咗呢個《勞動之歌》咧，一首接近6分鐘嘅長歌嘅，講述一個單親母親喺工地苦工養大仔女嘅故仔嘅，對充滿弱者嘅同情啦，同埋母親感謝嘅，亦都係早年日本少數公開出櫃嘅藝人嚟嘅。同呢個三島由紀夫交好咧，喺舞台劇嘅黑色翼反串女主角，係日本性別流動藝術嘅重要先驅嚟嘅。咁而明倫明宏嘅 wallpaper 之所以成為呢個開運符號咧，其實主要都係呢幾個原因嘅。第一咧，佢人生咧本身係一個否極泰來嘅活例子啊！佢經常講啦，正負嘅法則啊。咁啊，人生有起有落，落極就生悲。但係會否極泰來呢？咁佢自己由貧困到富貴啦，由社會排斥到國寶級藝人咧，呢種經歷咧令好多人相信佢身上咧帶住呢個轉運嘅力量嘅。第二咧，佢外表極具呢個視覺衝擊啊，金光閃閃嘅黃金長髮啦，華麗戲服啦，睇落就好似另一個次元嚟嘅開運使者咁啊！日本民間好多時候將人當成一個符咒，而明倫明宏嘅形象咧就完美符合呢個想像嘅。第三咧，顏色亦都對應唔同運勢嘅講法嘅，例如金色啦、黃色啦係最強財運啊、金運咁解嘅。雖然呢個分類咧就係網民自己發明啦，但係因為簡單易明啊，而且明倫明宏本身嘅傳奇人生咧，所以越傳越廣啊。更深層次嚟講咧，因為明倫明宏晚年經常以呢個愛的傳道師嘅身份出現，強調呢個解決呢個世界所有問題嘅鎖匙就係愛。佢曾經提及過自己亦都會向呢個辯才天咧七福神中掌管呢個財富同埋藝術嘅女神所祈求，而佢作為一個歌手同演員嘅身份咧，亦同財富、藝術、口才產生一個奇妙嘅呼應。所以咧，明倫明宏呢樣嘢唔單單只係一個迷信，更係現代人喺呢個唔確定嘅時代咧對好運同轉機嘅一種集體投射。咁啊，不幸啦，佢明倫明宏咧就已經離開咗啦。但係呢個開運傳說咧，我估都係大機會咁流傳開去嘅。因為對好多人嚟講咧，佢已經唔係單單一個藝人，而係一個可以隨身攜帶嘅希望象徵。咁你有冇試過換呢個明倫明宏做桌布呢？或者邊種顏色係最有開運感覺呢？歡迎留言區分享你嘅故仔，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我繼續會分享我覺得比較有趣嘅生活視覺或者叫做財經消息，為大家帶嚟更多文化同埋有趣嘅故仔。下次見。多謝你睇到嚟呢度啊！記得撳埋呢個鐘仔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Tasty Money 港股直播室，將賺錢變得輕鬆簡單。